啲普通人嘅生活。從事電腦音樂工作嘅 Andy 響2006年中咗風，一世都記得㗎啦呢日。咁咧就係嗰日朝頭早咧，就發覺咧即係起身咧，就發覺咦啲手啊右手右腳點解咁重嘅咧咁樣。咁咧去搭火車嘅時候咧，行過一個站度咧，大概突然間咦又嚟啦，啲手腳又重喎。一直捱咗半個鐘，咁啊點知越行咧就發覺，右邊就越側埋一邊，行下就撞埋啲牆嗰度添。醫生結果證實 Andy 腦血管栓塞，令到一邊身體完全癱瘓。我嘅右邊咧，全部嘅所有肌肉咧都冇晒力啦，都癱瘓，包括即係除咗手腳你睇到之外咧，就包括面頰啦、喉嚨啦、胸肌啊、腹肌啊，所有嘅睇到唔睇到嘅肌肉咧，全部都停晒㗎啦。後尾成日轉介咗我去我屋企附近嘅醫院度一個日間治療，咁就係做物理治療啦，同埋職業治療啦，主要就係。當初咧，佢轉介過嚟嘅時候咧，對於我哋老人日間醫院嘅時候咧，都係相對啲後生嘅中風病人。咁見到佢當時用住拐杖行路啦，趌下，同埋手腳都唔係咁靈活。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訓練到佢，令到佢能夠恢復翻以前嘅生活啦，同埋佢嘅活動能力咁樣咯。但係 Andy 發覺單靠每個禮拜2次嘅物理同職業治療並唔足夠，於是佢決定自己設計一啲運動去鍛鍊肌肉。開頭得幾廿個嘅啫，咁自然加下咧，大概用咗幾個月咧，咁啊嗰個運動咧就加到100個，咁我就將佢組織成一個叫做中風康復100式呢套運動，咁就自己日日都做。每日喺公司咧就係花2個鐘頭咧，就係做各種手啊、腳啊、各種協調啊嘅運動啦。我係一個乒乓球痴嘅，未中風嘅時候，中風當時咧就覺得，咦，一世都可能冇機會打波㗎啦咁樣。咁但係發覺，咦，半年度咧，我發覺企咧就開始企得穩。咁我就諗下，咦，不如試下打波得唔得咧咁樣？咦，打球得喎，竟然仲識打球，好開心啊！一打翻乒乓波嘅時候真係好開心，因為停咗咁耐咧，同埋以前覺得中風嘅時候覺得自己一世都打唔到乒乓波，咁一打翻乒乓波嘅時候咧，真係好開心。由中風以至半邊身癱瘓，到而家可以康復過嚟 ，Andy 對人生多咗一啲體會。乜嘢為之幸福快樂？好多人咧成日話自己唔幸福唔快樂，要尋找幸福、尋找快樂。其實呢樣嘢神早就喺身邊。自從中風之後，發覺冇咗一邊身體、一邊手、一邊腳，成邊冇咗。佢簡單嘅日常生活嘅基本都唔得嘅時候咧，你發覺如果我啲手腳有翻喺度，幾開心、幾幸福、幾快樂嘅一件事咧，係咪？咁其實而家諗深一層，其實一個人健健康康、手腳靈活，其實已經係好幸福、好快樂。中風常見嘅病徵包括突發性一邊身體麻痹、冇力，突然間講嘢捋捋脷、口齒不清，又或者睇嘢突然間睇唔到，失咗平衡行唔到路，又或者突然間非常之頭痛。大眾市民如果遇到呢啲病徵，應該第一時間去醫院求診。林順潮教授，我想考下你啦。假定我邵國華係一個病人，並且係一個中咗風嘅病人，就好似踢開波輸緊5-0咁樣，你點樣勸我咧？輸緊5-0係慘啲，咁但係我哋可以睇成有上下半場。如果上半場係大敗，唔代表冇下半場喎，好視乎我哋下半場點樣踢嗰場波。咁所以一定要保持鬥志，同埋咧就係教練要幫手睇到個問題喺邊度。另外亦都睇翻轉頭，點解會輸5-0咧？係咪預防功夫做得唔好咧？中風嘅預防都係一樣噶。如果能夠係做得好嘅話咧，根本就唔會輸波，根本就唔會有5-0呢回事。林順潮教授，
你講嘅説話令我想起另外一句説話，呢句説話就係波原來係圓嘅。點踢就睇你啦。有關本集內容，請喺嚟緊星期一下午2點至2點半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1點節目，同時請瀏覽以下網址。新議會年度新議事大堂，迎接更多焦點議題，緊貼議會脈搏，掌握民生福祉，側擊政黨角力。第一項質詢，檢閱議員言行。我動議修正，就話最緊要咧就係教育。議事論事，聽晚7點，本港台。